若鸡卵糕真好食，市面上咧卖鸡卵糕拢是较油较甜。热量嘛真悬，所以营养师是称赞建议讲，唔通伤接食，安尼对身体健康无好，嘛会大苦。即马伫澳洲有一个出名做甜露的总铺，是用一寡特殊的食材创造出一款食落对健康无败害的鸡卵糕。用西瓜草莓鸡卵糕伫澳洲设立拍响名讳，点心总铺师克里斯多负责，为新南威尔斯一间专门服务独居老人的祖先送餐团体成立70周年大日子，特别研发这种看起来好看、食起来好食，同时也个用健脑的营养鸡卵糕。Spinach, turmeric, pumpkin, beetroot. 这物件听起来亲像咧做沙拉共款，毋是鸡卵糕。总铺师家己拢承认，第一版本的产品食起来亲像咖喱共款。市面上一般的鸡卵糕高油、高糖分、高热量的特性，互营养师常常将鸡卵糕列伫食物食物名单顶悬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鸡卵糕薯条甲碳酸饮料共款，不止缺少人体所需的营养素，更有伤害脑筋的反式机能红，建议毋通互2岁以下囡仔食。这种健脑鸡卵糕用的甜菜有改善血流、保护神经系统的效果，橄榄油会减少阿兹海默症的生物标记，芳味会抗发炎，蓝鱼会提悬人体重要的器官的上素含量。There is molecules in food ingredients which do have powerful and strong effects in keeping us healthy. 专家搁号这鸡卵糕一个外号忘不了，强调食对物件是预防甲治疗认知能力下降的关键。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。